2018年，反对伫咧桃园大潭海草礁去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居民甲环团，有提出撤销海岸利用许可的行政诉讼，一审败诉。不过最近这个行政法院是甲一审的判决废掉发回，居民甲环团是拢真毋望会当成功推翻三接的开发案。 反对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起伫个珍贵的海草礁顶头，在地居民甲环保团体伫2018年11月提出撤销关东工业区海岸利用许可的诉讼，不过煞伫个2022年2月一审败诉。环保团体指出，今年3月最高行政法院废弃一审的判决，其中原告之一的潘中正感觉真感慨。我个人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哈。那今天呢，最高行政法院呢？ 还我们公道，还了全国关心环境朋友的公道。环保团体指出，这个案件是台湾第一件海岸管理法事件行政诉讼，对环境司法有真重要的意义。最高行政法院也认为，伫中油也未订定保育计划进前，就讲已经对海墘仔生态环境冲击有规划适当的应变措施。这款讲法必须爱讨论。最高行政法院认为，那如何去证明它是有效的避免或减轻措施？ 所以，我们在这边呼吁中油要立即停工。中油公司皆遵照相关法规办理许可申请，并获同意。3阶的工程我们持续进行中，并没有停工。 中油表示，这个案件发等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，不是败诉的意思。因讲相关的开发许可是内政部伫2018年3月审议通过，了后改做是外推的方案，办第一版的变更，也是伫2022年6月，搁再一版由内政部审议通过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